讲到咱台湾的口蹄疫的，伫咧2020年正式背检了后，外销量逐年拢有增加。即去年猪肉外销着450吨，平2023年增加8倍。并当着这食品业者和新加坡进口商合作，摕到头一批冷藏猪肉的外销订单，初步签 MOU。那头一季明仔载就会到新加坡啊！这是咱台湾的青猪肉，让15年后，搁再登到新加坡的市场。货柜车停伫食品工厂内底咧等，屏东甲益丰食品甲新加坡进口商达成协议，成功摕到咱第一批32.6吨冷藏猪肉外销新加坡的订单。初步伫农业部建议之下签订合作备忘录，第一季按算采购到新加坡送去各级超市甲餐厅。因为新加坡很喜欢这个肉骨茶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排骨销到新加坡去。所以这回新加坡好不容易签证给我们冷藏猪肉以及排骨。台湾2007年捌底将外销冷冻猪肉到新加坡，所伫2009年口蹄疫背检失败了后停止。2010年台湾为口蹄疫区除名了后，外销依然是冷冻甲加工为主，继15年用冷冻猪肉重回新加坡市场。传统猪瘟，我们现在也不是打疫苗，也渴望在今年的5月间能够得到 WOH 的确认，后续的猪肉就能够以更方便的方式，以生鲜的猪肉外销。冷藏猪肉因为保存这条件，市场锁定伫附近国家。5月若顺利通过台湾猪瘟备检审查，会加做亚洲区域3大病毒活跃区国家，就应该日本阁开始外销谈判。每年的年节以后，猪价都会下跌如果现在今天有外销新加坡的话，或许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发生。全台咧饲的猪差不多500多万只，饲猪协会表示，即马饲的技术进步，供应量也对咧提悬。尤其外销管道协助达到供需平衡。农业部强调，台湾猪内销为主，用策略性外销，专攻国外高级市场，未影响国内市场的供应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